你的孩子？你啥时候生的？应该是我年少轻狂的时候犯下的错。看一下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养不起了，还给你吧。我坐牢呢，没个500年也出不去。要实在养不起，用了算了。能不能开快点？上班要迟到了。就我这发动机，能跑那么快都是极限了。让你买台车非要收那么钱，还是你划算。50公里路呢，就消耗一根骨头。系好安全带啊！我要加速上高速了，要不到了公司就没停车位了。小黄找你的。谁呀？喂，小黄，铜锣湾那条街归我了，你有没意见啊？归你妈个 ABCD， 你是老几呀？不服那就干一架呗！明天我要让你魂飞魄散！哎